其實咧，今日少女標本咧就係3缺1啦，咁啊爭咗溫心嘅，咁啊事關溫心咧，其實而家咧就喺度拍緊戲，咁啊所以今日咧就冇辦法嚟到現場咧同 fans 一齊分享呢份喜悅。不過唔緊要，其實咧佢都已經預先拍好咗一段片，所以今日咧特登喺度咧有啲説話要同各位啦現場嘅朋友同埋 fans 講嘅，我哋一齊睇下先。Hello， 香港 fans 大家好，我係溫心。咁今日咧，我喺內地拍攝新戲，所以未能夠嚟到香港出席我哋 fans 級嘅成立日，我就好想嚟荔園同大家一齊玩啦。咁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哋少女標本啦。今日大家都係玩開開心心。好，咁樣咧嗱，少女即係溫心咧，亦都咧。講咗啲説話俾大家聽。好嗱，咁啊其實咧，我知道咧，除咗溫心之外咧，亦都有好多其他嘅藝人咧，就係錄咗一啲片段咁啊。當然啦，呢啲片段咧都係要祝賀咧少女標本嘅fans 級成立嘅。咁啊呢個時候咧，不如睇下究竟咧有邊啲嘅藝人係已經預先錄好咗呢一啲片段，送俾少女標本㗎。少女標本有邊個份啊？有福丸粉嘛？福丸係邊個啊？係我哋今晚睇你嘅bartender兼bartender啊嘛，係咪啊？你支唔支持佢咧？我就好支持佢啦。你哋大家要加油啊！4個都係啊，其他幾個咩名啊？哦，好啊，大家加油啦 ！Hello， 我係 Chrissy 喺呢度祝少女標本 fans 級成立。另外希望你哋可以有多啲嘅作品啦，喺唔同嘅平台啦，成日都同 fans 見面啦。Hi， 我係 Dominic。咁我聽講呢個少女標本嘅粉絲會咧，就係今日成立，恭喜晒！咁呢個係咪有得派利是？2015最開心嘅事其中之一就係見到少女標本正式成立啦！今日咧仲係你哋 fans 級成立嘅大日子添啊！特別要恭喜嘅梗係我 friend Jessica 啦，仲有 Coco 啦、溫心啦、Kathy 啦等等啦！咁希望你哋咧呢個 fans 級可以越嚟越多人，同埋嚟緊咧可以唱更加多好歌，同埋有更加多靚樣少女標本嘅靚樣同埋更加多新嘅搞作俾你睇啦！恭喜晒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uki 鍾舒婷。咁咧，我今日要非常之恭喜少女標本嘅 fans 級成立咗啦，恭喜你哋啊！恭喜晒，恭喜晒！我拍檔 Coco 同埋少女標本，咁你哋嘅 fans 級成立啦。咁祝你哋越嚟越多 fans 同埋永遠都會咁靚女啦！好，大家好，我係 Evan 許文軒啦。咁我知道咧少女標本嘅 fans 級咧，今日就正式成立啦。咁啊，希望咧你哋 fans 就個個乖乖地啦，個個咧就多啲聽下少女標本唱歌啦、跳舞啦，同埋演戲咁樣嘅。恭喜晒 Jessica 同埋少女標本啦，終於成立你哋嘅 fans 級啦！嗱 ，Jessica 我都係你嘅粉絲嚟㗎，係一場嘗試，可唔可以每年都收到嘅？少女標本恭喜你哋咧 fans 級咧成立嘅大日子啦！咁喺度希望你哋啲 fans 咧人數咧越嚟越多。少女標本佢哋逐個嚟講咧，我就識咗幾耐下嘅。不過變成少女標本咧，就真係第一次，都未見齊人啦。咁啊，既然佢哋有 fans 級到我，咁啊 fans 們自得開心啦！恭喜恭喜！啊，Jessica BB 同埋少女標本恭喜你哋 fans 級成立啦！好高興見到你哋個個都發展得咁好啦！希望你哋越嚟越好啊！你哋好啊，我係阿溫鄺俊宇啊。咁咧今日咧我就喺書展忙緊，就親自過唔到嚟。不過咧我又好感激認識咗呢幾位女仔，簡淑賢、許亞婷、袁子喬同埋溫心。你哋4個咧都係我在明視識嘅朋友，我都好希望咧你哋嘅成績會越嚟越好㗎，因為你哋幾位都係好善良嘅朋友。各位 fans 你哋好放心啊，其實佢哋嘅性格係好平易近人啊，我會覺得呢個先係真正屬於我哋香港嘅歌手，從謙卑出發，用我哋嘅成績，用我哋嘅作品感動更加多人。恭喜晒啊 Coco， 恭喜你哋少女標本嘅 fan club 成立啊！恭喜晒，恭喜恭喜！喂，但係 fan club 成立咗，咁 AC club 點啊？咁啊有 fan， 大家要有 AC 噶嘛 ？AC 即係冷氣啊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晒 Coco， 努力啊！好，咁樣咧，大家見到咧現場咧，就頭先嗰條片咧播極都未完，就知道佢哋幾位咧其實真係喺圈中咧人緣係幾咁廣啦。頭先亦都有人提到咧，就話佢哋非常之平易近人嘅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事不宜遲啦，不如有請啦我哋今日嘅主角再次出場。雖然心中無法抹去初戀的日記。
子，可唔可以唱隻生日歌送俾你哋啊？今日亦都係 Jessica 咧嘅正日生日嚟㗎，係我哋一齊唱啦，好冇啊？可唔可以大聲啲聽聽先？係咪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Jessica。仲有 Coco 係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佢講咩都啱㗎啦。傳得最多橡筋嗰組咧，黃之成。好開心添，爆開心跳啊！咁誇張頭先唔係明明。